宋大儿子饶问我，暗中设计，要下杀真勇。搿桩事体呢，去搭儿子二十万讲。这个二十万讲子到流浪去讲不讲谁要听？二夫人听见就要急他。按我个男讲，搿男人今朝只有3日天，现在要用砒霜罪要杀。那么二夫人拿南海到流浪搭男人讲。是来叫女婿上来，关叫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慢女婿到罪。但是有一桩，今朝来无论如何，席面浪向罪孽爆出来了，你不好吃了。你非要认为一把嘴里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剩下你的1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只要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，这杯是砒霜毒药酒。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20万，一切才是如此，一扎动听。都听老乡当中一种81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81种把了贴当中，今朝搿等豆油要饭呢，随时那里该搭吃，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今朝哪个手法呢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。小夫妻面对面手，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面来，那么上天不受得水一点点，一张台子就挺脱一面，这个一面呢香炉垃圾把这个作为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太心里头有点急。这地上，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上岁，我受了5岁，个女婿呢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哪得讲？只供女婿龙江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。我花银子啊，花不少，叫贴啊贴不少，越去贴了20万角了。想起拿水去拉那个手指骨，拉不着呀。距离不少人是在地方上楼的了呀，那么哪能发呢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搿等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？头浪烧包，身浪红包，我呢风光压杯，但你才是大当杯，跟你有的说一少不说一，说什么吧？头浪垃圾香炉作为拿特子哪容易？你受得宽敞。你老夫妻两家的面对面。你们小牛肉，那我们手上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家的面对面。那么老太有啥想法呢？靠元帅啦，就是女婿。咁女婿受了元帅之呢，做寻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喊个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不用吃？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20万按国上分过了，20万只想老家想受得顺一点，宽敞点，但分享上实来一点。现在听见说
这个什么？没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是日吧？老相公，请啊！啊，也是，哎，玉梦大人，请是日吧？哎，是，请呐，还上能手。那么，四面不在于人手，天古动人想紧张的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呢？等那个班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饺子送到那兵部府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最多人把酒队嘛害啥？下人是正来走啊！旁边的过来个童儿，叫社会社文我身不必童儿，周杀披上罪。咁哪会得周杀披上罪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是？其实呢，一把罪物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融合了，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臭味，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可灯，请皇帝来可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，但那人只等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啦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有吃。啥体嘛？占卜搿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搿把罪物叫鸳鸯壶，一把罪物里能够杀两样罪。咁么一些的，到皇帝盘头，一把罪物里杀出两样罪。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罪，你送吃个好罪不为死个，搿老是第二是第二个。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。那么龙神宫上一把罪物，那么搿把罪物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荷包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它手里向包子大个么子，要变颜色个。再跟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大个么子，就像是煎着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石，搿地动石啊，有硬劲的。搿把罪物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石匠一道动脑筋，拿搿把罪物呢，三个一格量，每动一把罪物的当中等于两把罪物。里向呢，一只罪物纸，纸个里向有两张三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命金子了一般哦，假定讲这三个平口，你过门子死，你对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个然后，里一身样个。那么两把罪物呢，有两根脖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平了。并个里向呢有两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绿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杀砒霜罪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绿个洞洞吃没，好罪杀不出来了，杀出来呢砒霜罪。那么杀好罪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绿个洞洞空气流通。杀出来的呢，好走。你10年过去，搿把罪物好到哪个程度呢？拿两个洞洞全部吃没，顶到走来杀不出，有个点苗头。所以这个社会今朝出光人心的路貌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两把罪物，一把鸳鸯壶，还有一把搭鸳鸯壶烧得一身一样，不是鸳鸯壶。到该大马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打拿过来，就是拿把鸳鸯壶。这边过法烧错特个，顶顶要进看清爽，
自个有什么？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洞洞，有了红心的啦，洞洞吃没，披上最轻脱了。为个绿心的洞洞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酒。那么你追过来嘛，到天国门前，嘿嘿，大夫人啊，哎呀，金家都有醉，斗斗悠悠，人人上上，哎呀，请用酒吧，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难倒，小色的，比女爱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追到妇人门前，妇娘，金家人人上上，斗斗悠悠，吃斗有醉。这规矩，杀好大人，杀夫人，杀好夫人下来呢，那么要杀新姑爷，新姑爷下来再进三家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，倘若当中晚里改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杀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个酒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。两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先吃上砒霜酒，洗不洗头皮痛特意，夫妻呢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的，小家请用酒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毒药酒。这头子也有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红心的洞洞不里流空气，烧出来个砒霜酒。两高头小夫妻面对面了，今后子你来整理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醉个辰光嘛漂亮一样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砒霜酒个酒脚，顶了海了，不多个。要闻娘奶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谁姑呀？哎呀，都有醉，头头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忙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。真用呢，来让口，不晓得了，还抱着。耶，我也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那么总归吃仔细了。现在老少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，最吃子要洗的。那么你得看看，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指出来子。上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。上头忙到下头，必不上亲。自家们一杯砒霜毒药酒，清还清的，清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的，我们呢当然不吃，手让不动也不动，动儿等到只有杀他们过来，大娘啊！请用嘴吧，夫人，请姑爷，小乔，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。夫人都有罪，哈哈哈哈！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你是把拿着杯子他撸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杀了哎呀们，这个杀嘴旁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啊！这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酒，1杯都要酒，两个女婿大杯都要酒去弄到你的来啊！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，谁把酒对目眼睛，对着杀嘴稍微了口。社会一动，哪不动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的辰光了慌，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是吃着要死个呀，不是社会头皮痛一痛得来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来放心，我吃之外一日都要受这么个点事体。那是讲专门让烧砒霜酒的，
一年在晚上日烧，晚上日烧，那我都弄错他呢。所以不就是来带你忙忙，对不对啊？请兄嘴呢，多多点点请兄呀。我要多多点点，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砒霜者，都不够。说哎，夫人，请呐，老相公请啊，你是请呐。真用想还请得没给讲。那么你做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分拿个，拿子嘛特意了。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？拿可以拿，我拿了水里口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哎，请呐，请哎请，觉得来日拿拿，做样子。个夫人也要紧，我王管家、日管家、女婿啊，来找杯子那不要去动的。你现在脑子出来，哎，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地方忘记他是家，所以要紧找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你结不得干，得了让妈妈你放心呀。我晓得这砒霜只有阿会吃的了，不会吃的要做样子呀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点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哥一口狗，老太一口老女人杯酒，哈特了。你自家杯子还是高，哈的，第一杯，哈哈哈！就说我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门吃的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给少点点仔细一些，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。到某月嘛，唯有明人来接你们归家，走某月啦！啊，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最嘛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些这样是的，来听你讲大也好听。今朝嘛，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某啊？我们这里真多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，真用呢还是好服役。哟，岳母大人，到某月嘛，我们早许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屋用不上，少弟。有另外有微波最屋了，还但鸳鸯屋啥的一式一样，因为再用鸳鸯屋啦危险。另外弄不好走，打拿过来嘛，怎么样？请用走。妇女们就如此。妇娘，请用走吧。沙河嘛，最屋旁边一放，你是为那么心要点点，不然吃第一杯酒呀，有点紧张，啥道理？一把醉壶里杀出来，现在以调子把醉壶在心点点。啊，夫人，都有罪，人人爽爽，请拿。老相公，请啊，请，哥也是一个，夫人还是照实照样一个。等到杯子放下去了。对女婿们来看看个杯酒人就不同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，砒霜的不要吃的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把酒来对个沙嘴旁一口口，一人说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能一杯也分吃，是吧？现在烧第3杯酒，你打上第3杯，让你好哈特一口，哈哈够，那么再叫你哎。把你烧起，对，
下人正走。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到200或者2高头一头上别当，那么的里大个旁边，我呢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了子里上，杯要的里烧，福清一杯半杯要吃，得了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老东东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酒拿喝了水里。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，所以大人妇人们的进好嘛，谁等这个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新姑要晚饭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，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子新姑呀，那么那几三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酒。抖抖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起码2杯。来呀，那现在同人打来了，判杯子呀，来呀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水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情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。冬日最无恼喝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就发崩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下水不会饮酒，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那你吃醉吧，你不慌，稍微听听轿子送为抚养。怕谁什么啊？新姑娘，那个说得出个，谁敢一点点个嘴巴会得吃这个了？根本谁敢？非一日头啊！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那第2点热酒呢，喝他半杯，2点热个下去，吃了浪11点。来娘！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。就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下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关中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别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半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你喊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俺是少人讲不跟你听公仔，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的归头人光嘛，真用龙江往几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搞空杯子往台上扛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。我只要吃了1杯好，这个1杯子下去，到底细腿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。还晓得你们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觉得了水家冰饮，哪了老周个家，叮进门笑着，跟你来阵受了撇台姑娘。对头你妈妈哪得了？起点来做关着你非要吃，娘拼子劳命了救你，根本你哪好吃个你？谁要这样个辰光记得嘞？真的眼里先叫我要下来夸着，那让个什么啦？哭也不能够哭个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各自下了那来真细水而追来泪。现在先叫我眼里下来，眼睛冰日了咯。对你妈妈你啥个道理呢？想我不
把父母冤屈记心头，杀日情深为何语？清清爽爽，你自家一家讲，我为地上，我为只要把父母有仇，所以你不肯死。那么你那现在吃白皮上走呢？上上头亲生杀敌呢？那么娘刚生让流浪叮嘱那个闲话，忘记他个啥？放在娘亲恩，路途西定做。道理好看，彼此都用功，真多够基础。宋正门家哈巴有谁？娘的来讲，要把人最大出去，用功尽多。那么你现在啥体啊死呢？你倒是苦悲饮了砒霜酒，你倒是增加又缺一边个来真是没家计他发了罪。那么你哎，我们家不讲多少对男人那可能傻体，对娘妈妈你哪弄法子老大劲。他们整个睡觉病人带女婿口口男的，我是个铁定满足。你现在忘记的哥哥的啊，那个会拉起来，砰一口就喊。这一想啊，没办法，怎么让你恰恰进去了呢？老头被子拿起来，那个面孔上两样子，不这样讲过。意思，哎是，在听嘛。你那呼吸头白吃吧，你索性吃吧。哎呦，真用想非要拿老让就挖他之家，这对过高小茫茫，觉得不得了。可是这个样，眼里让眼当里滚了滚这样。对里头妈妈你都放心呀，我分吃个药。那么其实真用安吃呢，那的确分吃个。吃只要死一个样，按说张开只眼睛吃砒霜走了。那么这个办法，你少辰光想上个你的急中生智，并不是与谁相合。刚正是龙江子，杯子拿到手里，那不里头两个人逼了个子嘛，拿到纸旁边。真用想不恰也讲，不里头犯了疑心，让把过来的辰光嘛。个老弟这个吃走了，你在中西里向就看得出来，大跑扑跑，不要跑手做一做啊，亲啊亲啊！真用技巧个张手指波浪做人光呢，因为手指波浪还有一块叫手泡，得了，回过来嘛，技巧得了有手的臂波浪，真用杯子到纸旁边嘛里的想说，咦？少天我要吃砒霜酒，吃只要死一个样。现在得了，外头做么难为精神，这杯酒用不着吃得干，一个头往后头让一让，想说是吃酒，其实不是干，这杯酒说叫往手指锅里磕了推的。
这别个我得个方法有点道理个，因为现在是七个地帮我抽，这个衣裳比较单薄，那他是慢慢说那个这辈子收入并不多，那随时俺往手指骨里磕了一刀，手指骨单薄，最哎呀滴哩哒啦滴下来个，不然你10万人就看出来，真用哪弄法子呢？你说脚，臂膊前起，往个臂膊上向磕一刀，那么的最呢？前置个臂膊，如果臂膊叉子嘎啦子底下，往正压力流下去，所以压力下个的裤子大浪的全部吃个皮上嘴，你上办法个，这个办罪都不是毛了，可以来行。那么我白光身上讲，杯子并不多，下个，他说像现在对啊对个玻璃杯，嘿嘿，可是那非是。真用着件单薄衣裳，4年面面苦闷，这样给他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，要装一个承诺着，不来这样，杯子比较小还可以，所以我这杯子搭一方呢，刚起刚哎，再不一个心不来来上。啊，娘子，请呐！言如我分吃来多人，岳母大人，哎，请呐！分吃，啊！哎呀，老太对女婿口口里的头像鲨鱼滴了上油，意思里就是当我老师，个白嘴分吃啊！分吃么？你白嘴到对吧？啊！对对，叫边浪口口不走完。哎呦，女婿啊，别进来了！我为这个吃媳妇，一辈子走边头的完，再对里张吃一口嘛。女婿白嘴分开，你哪看得出？因为真用10年压力一压天分困，一个人的虚后热烧了，一个知人必发烧的，照规矩呢，今朝7字走了，走了知人必让够。现在的知人必应该要找女，现在看你个知人必，哎。神就的故事的这，给他晓得分开，分开，让他做你的肌肉分开嘛，你少客气。那他们我放女婿的辰光差不多，但是老他灯子一醒，还是里向社会敷衍他的样子。意思呀，哎，是岳母大人。某月嘛，我明人来接你们回家啊！你们在家等于日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里个句闲话讲完了，要是夫人起个杂水拉肚皮了，这个样吃上手妹子人，哦哟，觉得那么个杂水人往肚皮上一封。想吃上个手妹子，你实在在口喝啊！夫人，哦呦，老相公，今日为我妾身3日之间，腹中疼痛家，哦。出来带个杀嘴当你口口那样细夸着跟着你杀出一杯嘴来啊！你吃啥子我都高兴着玩，杀嘴个社会还好个呀。那啥的这个妇人为了肚皮痛了，跟肚皮痛没对不对了？我杀得蛮清爽，啥嘞？吃么是红个东东，喝嘴烧出来。你懂烧3杯，3杯烧好，留下来烧个砒霜粥，不能真用吃的。那么我那个把粥我不用的这样，我全部烧的是好粥的最容易啊，更哪会的妇人肚皮痛呢？哎呦，阿伟的，个人里向有个蔬菜，有个东东。那么个砒霜粥流到好粥里，好粥里流到砒霜粥里向。混那个子，哎呦，可是洗起来一头包，全部吃个你热死一个样，
哎呀，慌了！所以得了不必嘛，爱心人定呀呀，你们哪弄法子呢？可人光的夫人做得这么真正像，那么再来讲，老相公，妾身是跟府内等同，想为上程度，不能再硬的，他身体力起来，相公，带我上来歇歇去吧。把比这个真勇做功课，一看我们老上军我的办法来着，你听见？肚皮痛着，对不啦？我们来问，啪，身体立起来啊！岳某大人，受此腹痛，得小婿背部上路，侍奉大人。哎，不必去的，你是来带你口口，你也要痛快的呀！哎呀，你喝上去呀，那是流浪龙子两个哇呀哇呀肚皮痛还弄得里去。医生，哎，你不必去。不必去，不必去啊！哦，如此嘛，岳某大人，做下当心了。老他祝你的偶上之旅，我当你今世是否是帮得上对，不晓得。那么，我当中要不举报不理。你是岳某大人，你们在都饮几杯？是少点点地要为丈夫中啊，那路上当心哦。小婿遵命。一言如黑，你该打手脚知道兵部夫人晓得你，我老大的说你要到处往人要到湖南去流浪当心的。夫人还上老相公，去身上了。旁边我的夫人当心啊！夫人叫丢他叫丢当心。我夫人嘎啦子丢，这个是你是危害夫人，当心了。老他一步一步，这两步路在，整个木米也打不上，啥的有意思。但是老他走了走进边门。这张小叫跨进边门时，那的，他打快走呀，快点走呀！他给夫人快点走呀！得，上面，让他独自流浪房间里守定嘛，丫头，他打犯罪故意。哎，第一步嘛，我们的计是所谓啊。哦，搿点基础嘛，是个第一步嘛，是现在呀。搿么他为第二步了海了哇？现在嘛，啊，要你们两个人去做哦。哪做你们快下来，啊，亲自拥抱，我亲自拥抱，把你们这老姨披上路来。只要等老姨一上路呢，故意就好到嘴了啊！哎呦，对吧？对个，哦，亲自拥抱，搿么去办呀？这，哦，夫人啊，来走了，来呀，都是地方好走了呀，啥的啦？亲拥抱呀！你给他完了喊啥的啦？咦，你喊不来呀？听不来呀？阿拉喊他啦？你来要么来听了嘛？老听了嘛？得听老喊的了，给他完了喊着啥叫？听老喊，哦哟，灯火的，小人光喊的当讲，闭门背喊在，也得在，那么还得等，我了，然后他们收了房间，两个卧底等到闭门口，要紧叫打出去了，这样差不多了。喂了呀，都是地方好走。哎呦来呀，不得了走来呀！你是为好听见闭门背语的汪啷喊出来，这个人晓得流浪出子事的呀，来呀呐，来是不得了着。哎，你夫人得知流浪是。那是受啊，不能受。你们刚真头皮痛嘛？那是讲，老给他听老子为啥我都是个了解？那是得知流浪是做那不是做啊，受嘛不能受。哎，但是那刘白老小来滚起来，滚
起下来哇！哎呦，我对三哥哥，我对说的他结棍子哇，流浪也不让滚，那么在喊蝴蝶呀，哎是呀，那个呀，不要到咱们说部队锅里吃那个红的颜色，不知什么事哇！你那弄出红的颜色来，这叫另外我对大想不落噻，打不落个这样，哎，这个是呀，来要中国快点上去，不得了噻！好好好，丫头们带呀喽！啊，也是，岳父大人啊，岳某如此不同，给小婿上路，哎，侍奉大人，我去请大夫医治。你那为何上去了？那是为弄得里去汪啷汪啷哇啦哇啦两高的一头痛好，哎，也是不必，你们风吹爽爽，哎，得要早些回府吧。哦，多谢岳某大人。好，所以心里想，高中的时候是开心，实在心里难过的不得了，两只一抱，根子我的等等等等等。两个我的嘛走的是女性，一路过来，人到后体跟水，这样，那个不得太怂啊，不得用啊，轻松摆设不得哪怂了。不要么说呀，我不子出来，我说他老三来滚家，让我原来都想到这，我说他受害了啦，我说三来滚去家，有那个辰光他受了啦。那么我讲那样说啥部队锅里吃了红干，红干是马上就要死一块子哇，根本不是样，我听见别人讲说。吃这天上山里呀，才空流血了。哦，你们是说的，他理也这样，你们哪弄法子呢？现在夫人受好了，想分晓得。哪弄法呀？现在，你上去辰光哇啦哇啦喊上去，哎，这是来要来着，哎，夫人啊，你们通得呢哈，弄个点事体讲不你听嘛，让夫人还等流浪准备起来。哎，真呀，真，不得马上滚起来。是啊，来呀，这多当心，这还当心啊！哎呦，他来呀来着，哎真，哎，师傅呀，你让李白老师也来滚去，来呀来苦难找。是呀，说个通得来，刚准备对锅里红干鱼的怎么着？这红个颜色，来他对什么呀？哎，我受好了呀，我让等来亲自从不是为啥的？如果你是来和皮带流浪来，那现在就光他弄这个啊，小来滚去。然后他一周你的滚滚都会便当，要么部队锅里红的我们弄不出来，也没办法。现在想他们来下来从锅里走，然后他听这个声音，说的因为你是来长兄子，结果这个声音晓得你是来让来在，等到搿只脚到外房间要走到内房子了，可然后他走嘛走得去，头发嘛擦晒。没和凳子上受了了啊！要是等声音到处不动这么个老头，好，忙着我的步子去，小来滚去，小来，两个屋头谁的？一刀给他，看见夫人让滚么两屋头眼头这样，真个高个叫啊！你看我也不晓得我啊。刚刚嘛，我才晓得高，跟他现在看上去是像真个哇！啊，为得你只有辰光，他真个去吃白皮饺子。你去想要做得哪些？明明晓得你高个，哎，为得做个这样真个这个，你是为哪么？苦得给的，一看这个夫人热浪滚门啊呀，我了，烧鸡嘛，吃着皮烧嘴是这样的强调。李多刚吃到子皮上走这个头上这个一头浪头，没看过夫人呀，可里浪滚过来嘛，智力很上啊，疯人呐！要他，滚过来，滚到你是那个袖子旁边，起两只手，杀一波，老相公，你还得我好姑娘，不来是看上去马上就要头起来，哪晓得你夫人你拿那个牌照了，你拿夫人的手照了嘛，就是手浪向出来个后发得个冰冰一怒，再对你面孔一口羞红，
我讲酒堂堂的，大家痛得不来事。今日夫人作孽了，送来份滚血的呀，今朝第一趟呀，滚得来即是吃走，即是滚，面孔稍微羞羞红，酒堂堂的手脚滚得冰冰硬，你当时吃到个皮上嘴，所以对准这个夫人呐、这是赵文华的侄子用计离来你夫人了。老他给一步子炸了，老子是我脑袋炸了啦，那也得啥辰光放呀？要等我女婿到处往人30里路，那么我好放你打哪里炸了嘛？真个不放呀！那么我这个真勇男人心中有数，可啥人不能老上骗到流浪去？那么就得高山口口，该辰光不走等待红事，该辰光不了。你来正带里低低头，刚起刚来说一声，这个你说脚到后头去回头一声阿掉，在回头上走马，你走吧。真用趁这个一个机会，是他走，心里想感激老丈，老丈品质上一点老性命救我随便哪一等后头用功尽到，所以了真用虽然让你得罪，那么你是为哪你不理抓老子吗？不要叫你放水，夫人，放水啊！我去请大夫与你医治啊，救你的性命。他救你对你好走啊？不，你一走是我女婿会打得的啦。这些做些我女婿是吃老大的用过，根本哪弄法你我今朝随便拿副不来走。哎呦，谁这个抓了你不用养的，要弄闲话去砸了你们对。老头想子一想没有，哪去砸了你法子？那里侬从前年纪年岁头，夫妻成亲的事体，一家讲起讲到现在，侬却讲对，那你老男人不来追。哎呦，老相公啊，夫人，还是你与你背提的龙门一定两家神父亲，其实却是少丁呗，你今早吃他名为谁？你的将来生死。我恨相公，你诚心分我债。哎，相公啊，世间最内藏多皮，你的帮人要人懂。相公啊，世间切身偶言砒霜，我现在已经恰恰做起，你嘛不必，请相公不必亲良医。你在帮着背部，我得了气，我双你的与我此生跟
一套衣，从今父儿妻是永分离。老相公，你此刻要去请大夫，恐怕妾身来不及。你还是等在旁在，等我妾身得妻之日再走吧。你是为听我这个两句闲话吗？老夫妻几何年数着，想不得现在弄啥个女婿，谁弄啥个老高兴，哪对得是你呢？心里一受嘛，一动眼里得下来，那一动眼里呢？总归两动眼里，哎呀，因为你是为一张眼睛了，所以一动眼里。大夫，你妈妈那是在等你，等你头起什么？为啥呀？我告诉你，老夫老妻总归等着。既然你是为，你不要等这个，你要等夫人头起了，到将来你头子起，你未婚头起个了，哪等得让你放弃到此结束？以宋大女子饶问我，恶中失计，要下杀真勇。这桩事体呢，其大女子年事为高，觉得年事为高子到流浪去讲不高兴要听，你夫人听见要急个。我个男家跟男人真叫这三一天，现在要用砒霜做药膳。那么你夫人拿男孩到流浪打男家，是来叫女婿上来，关叫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慢女婿到罪，但是有一桩。今朝你夫人如何席面浪向最是拔出来了，你放出来。你非要认为一把酒你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三杯才是好酒，虽然你的一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照做样子，你夫人如不能吃。这辈子砒霜都要走，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你是为一切在是日子，一扎都听老乡当中一种把一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把一种把了贴当中，今朝个等都有要外呢。谁是那里该打击？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今朝哪个手法呢？老夫妻要平把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，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四面来。那么上天不受得是一点点，一扎台子就挺他一面，这个一面呢，香炉拉起，把这个作为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他心里头一点急，急点啥？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把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。个女婿呢，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那得讲，只供女婿龙江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银子啊花不少，叫贴不少，越去贴了女婿来叫了，想起拿水去拉那个水之锅捞不着呀。距离不是20是在地方上楼的了呀，那么哪能发呢？
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搿等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头上烧包，身上红包，我呢风骨摇摆，但你才是大当呗。跟你有的说一说不说一，说什么吧？台上的垃圾香炉座位挪特子哪容易？你受得苦长的，你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你们小牛肉，那我们手上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那么老他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啦，就是女婿。咁女婿受了雨水之日，做寻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喊的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不用吃？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你是为按国上分国上，你是为只想老家想想受得顺一点。苦长的，但分享上十来点。现在听见说自家手嘛，买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，亲啊，一岁，哎，玉梦大人，亲。实在吧，哎，是亲呐，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才有人手，天古动人想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呢？等那个班子只要吃好来，马上一件饺子送到那兵部府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最多人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是正来走啊！旁边队过来个童儿，叫佘伟，佘文我身旁边的童儿周少披上走。咁哪会得周少披上走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。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是？其实呢，一把醉壶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弄好了，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臭味。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看灯，请皇帝来看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但那人只等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了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有吃。啥天嘛，占卜搿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搿把醉壶叫鸳鸯壶，一把醉壶里能够杀两样醉。咁么一些的，到皇帝盘头，一把醉壶里杀出两样醉。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醉，你送吃个好醉不为死个。搿老是第二是第二个，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。乃么龙神宫上一把醉壶，那么搿把醉壶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虎豹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它手里向包着大个么子，一变颜色个，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大个么子，就像是捡着点皮带啦。会得发黑的了，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山，搿地动山有硬硬劲的，搿把醉壶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石匠一道动脑筋，拿搿把醉壶呢，三个一格量，每动一把醉壶的当中。等于两把醉壶，里向呢一只醉壶纸，纸个里向有两张三个醉壶纸。
那么上头的阶段民警，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民警子了一般啊，假如讲这3个平区，那规模之细，那得不出个，另外有出去个然后，理一生样的。那么2把最后呢，有2根脖子通到后头，这个走并了，并个里向呢有2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了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了6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上砒霜粥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好粥烧不出来了，烧出来呢，砒霜粥。那么烧好粥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6个洞洞空气流通，烧出来的呢，好粥。历史一把粥里烧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粥在心点点。啊，夫人！都有罪，真人爽爽，请拿！要想共情啊，请公也是一个，夫人还是就是这样一个。等到辈子放弃们，对女婿们你看看个白酒人就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！砒霜的不要吃的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把酒来对个烧嘴巴一口口，一人说：“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领1杯分吃，是吧？现在烧第3杯酒，你打上第3杯，让你好哈他一口，哈哈够，那么再叫你哎，把你烧酒，对，小人正罪。”东头人的意思，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到2杯，或者2高头一头上别当，那么的你到个旁边，我呢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了子里上，杯要的你烧，福清一杯半杯也要吃，得了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老洞洞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酒拿好了水里。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，所以大人妇人们的进好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新姑要晚饭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这新姑呀，那么那几3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酒。头头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起码2杯。来呀，那现在同人打来了，判杯子呀，来呀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手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。冬日最无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冯大人，下水不会饮醉，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等你吃醉嘛，你不慌，稍微点点饺子送为夫人。怕谁什么啊？新姑娘，那个说得出个，自家一点点个嘴巴会得吃这个了。那么自家非一日头啊，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那第2点热粥呢，喝他半杯，2点热个下去，吃了浪11点。来呀！啊呀！真用这样那么会接在。这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我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关中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别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杯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你喊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农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逆心的呀！你哪得你不吃？还是少人讲不跟你听公仔，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的归头人光们，
正用龙将往几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搞空杯子往台上看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不是？我只要吃你一杯好，这一杯子下去到底细头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来买，哎，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觉得了手家冰硬，哪里老走个家，叮叮进门写条，跟你来阵收了撇台过了。这个杀猪盘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，个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走，1杯都要走，2个女婿大杯都要走去弄到你的来啊，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，谁把酒对目眼睛对着杀猪社会了口，社会阿懂哪不懂，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头辰光了慌。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是吃着也是一个样，不是社会头皮痛一痛，特别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来放心，我吃之外一日带手做个点事体，那是讲专门让啥皮上走的，一日带晚上日啥晚上日啥，那我都弄错他呢。所以不就是来代理妈妈，大人啊，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我要多多点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皮上走，都不够子，不爱夫人，亲呐，老相公亲啊，你是亲呐。曾永祥还亲得没给讲，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不拿个，拿子嘛特意了。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？拿可以拿，我拿了水里口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哎，亲呐，亲哎亲，觉得男是拿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我王管家是管家女婿啊，那张杯子那边去动，你现在拿子出来，还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地方忘记的是呀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你结不得干，对了，让妈妈来放心呀。我晓得是皮上嘴阿会吃的了，不会吃的要做样子呀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让他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点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哥一口一口，让他一口老男人杯酒喝脱了，你自家杯酒还是哥喝脱了，第一杯，哈哈哈！做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了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给少丁丁仔细一赛，你们夫妻为主宾不服，到某月嘛，唯有明日来接你们归家，做某月啦。啊！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专门吃个菜，社会等一些这样是一个，来听你讲大也好听。今朝嘛，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梦啊，我们这里进到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。真用呢，还是好服役。哟，岳武大人，但某月嘛。我们早许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舞用不上。少帝，
与另外与尾部最后了还得鸳鸯湖上的一身样，因为再用鸳鸯湖啦维系，另外侬不好走打挪过来嘛，怎么样？请用走，妇人们就如此。夫娘，请用走吧。沙河嘛，最后旁边一放，你是为那么心要点点，不然吃第一杯酒啊，有点紧张。晓得你，不你讲的，这不最后好得哪个程度呢？侬两个东东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吃，有个地面的。所以这个社会真正出光人心的路貌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两把酒，一把鸳鸯湖，还有一把得鸳鸯湖烧得一身一样，不是鸳鸯湖，到该他妈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打拿过来，就是拿把鸳鸯湖，这边股份烧错他个，顶顶要进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，那么大。先拿个红的东东，有了红心的啦，东东吃没，披上最轻脱了。为个绿心的东东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酒。那么你追过来嘛，到天官门前，嘿嘿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金家都有酒，斗斗有有，人人上上，哎呀，请用酒吧，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难懂，小色的。比女爱中呢稍微多上一点点，那么在追到妇人们前，妇娘，今家人人上当，头头有有，吃头有醉，这规矩，杀好大人，杀妇人，杀好妇人下来呢，那么要杀新姑娘，新姑娘下来再进三教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。倘若当中碗里盖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烧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只醉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两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先吃上砒霜酒，洗不洗头皮痛可以。夫妻呢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三家们的，三家请用醉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都要醉。这头子第二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六个东东吃没，红心的东东不离流空气烧出来的砒霜醉。两高头三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，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醉个辰光嘛漂亮一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砒霜这个嘴角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娘奶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谁个呀？哎呀，都有醉，头头有有，神神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往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。不晓得了，还抱着。耶，我也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那么总归吃仔细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酒，吃子要细的。那么你得要看看，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子出来子。少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醉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上亲，自家门子一杯砒霜都要醉，轻还轻的，轻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们的，我们呢当然不吃。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到只有杀他们过来。大人啊，请用嘴吧，夫人，请过来，小乔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。夫人都有罪，哈哈哈哈！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
一般，你是把哪只杯子他撸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说了哎呀们，一双子，你大是身家。又缺一边狗，来真是没家计，他发了罪。那么你哎，我们家不讲，多少对男人那可能杀鸡。爹娘妈妈，你哪弄法子？老大劲，他们整个睡觉病人带女婿口口男的，我是个气的买着，那现在忙记得够够的啊！把他们拉起来，砰一口就喊。这一想啊，没办法，怎么让你恰恰进去了呢？老大杯子拿起来，那个面孔上两样子，不这样刚刚。意思，哎是，在听嘛，你就来呼吸头白吃吧，来索性吃吧。哎呦，真用想非要拿老上就挖他之家，这对过高小茫茫，觉得不得了，看着这个样，眼里让眼堂里滚了滚这样。对里头妈妈，你都放心呀，我。分吃个药，那么其实真用安吃呢，但的确分吃个，吃只要4个药，按说张开只眼睛吃砒霜走了，那么这个办法你少辰光想上个呢，的急中生智，并不是与谁相合，刚正是龙江子，杯子拿到手里，那不里头2个人比2个子嘛，拿到纸旁边。真用上不恰也讲，不里都犯了疑心，让把过来的辰光嘛，个老弟这个吃走了，你在中西里向就看得出来，大跑扑跑，被要跑手做一做啊，亲啊亲啊！真用喜鹊个只手指鼓浪做辰光呢，因为手指鼓浪还有一块叫手泡，得了，换过来嘛，喜鹊得了有水的皮波浪。真用杯子到纸旁边么里的想说，咦，上天我要吃砒霜水，吃只要4个呀。现在得了，外头做么难为精神，这杯酒用不着吃得干，一个头往后头让一让，想说是吃醉，其实不是干，这杯酒说叫往手指骨里磕了推的，这别个我得个方法有点道理个。因为现在是7个地崩的粗，这个衣裳比较单薄，每趟是慢慢说那个这杯子岁数并不大，那手上往手指骨里磕了一刀，手指骨单薄，最哎呀滴哩哒啦滴下来的，不然你10万人就看出来，真用哪种法子呢？你说脚，臂膊前起，往个臂膊上向磕一刀，那么的最呢，叶子个臂膊。如果臂膊肠子旮旯子底下往正压力流下去，所以压力下个的裤子大浪的全部吃个砒霜水，你上办法个，这个办罪都不是毛了，可以来行。那么我别讲清爽讲，杯子并不大，小个，他说像现在头后头个玻璃杯，嘿嘿，可是那非是。真用着件单薄衣裳，4年面孔嘛，这样给他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，要装一个承诺子，不来这个呀。杯子比较小，还可以，所以我这杯子打一放嘛，刚起刚哎，再不一个心不来了上。啊，娘子，亲呐！你说我分吃来多人，岳母大人哎，亲呐，分吃。啊！哎呀，老太对女婿口口里的头像鲨鱼滴了上油，意思里就是当我老师，搿班子分吃啊！
分什么你别最得对吧？啊，对对，叫边浪口口500周万。哦哟，女婿啊，别进来了，我为这个吃媳妇，一辈子走边头的哇。再对里长吃一口嘛，女婿白嘴分开，你哪口得成？因为真用10年压力一压体分困，一个人的虚后热上了，一个知人必发手呀。照规矩呢，今朝7字走了，走了知人必让够。现在的知人必应该要找女，现在看你个知人必，哎，神就的故事的这，给他晓得分开，分开。让他做你的肌肉分开嘛，你少客气。那他们我放女婿的辰光差不多，但是老他灯子一醒，还是理想社会敷衍他的样子。意思呀，哎，是岳某大人，某月嘛，我命人来接你们回家啊。你们在家等于日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里个句闲话讲完了，要是夫人起个杂水拉肚皮了，这个样吃上手妹子人，哦哟，现在那么个杂水人往肚皮上一封，这样吃上个手妹子，你实在在口喝。夫人，哦呦呦，老相公，今日为我起身，这口灯，请皇帝来口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臣子等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了，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理由吃。啥天嘛，占卜个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个把罪物叫鸳鸯壶，一把罪物里能够杀2样罪。那么一些的到皇帝盘头，一把罪物里杀出2样罪。那皇帝吃个砒霜毒药罪，你送吃个好罪不为是一个，搿老是第二个。所以关照任务来去想办法，那么弄人工上一把罪物，那么搿把罪物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的，还是银子的，还是虎豹肉的，谁不是？金子银子啦，他手里向包着多个么子，一变颜色的，这个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多个么子，居然是接着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色，搿地动色有硬劲的。搿把罪物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思想，一道动脑筋，拿搿把罪物呢，三个一格量，每动一把罪物的当中等于2把罪物。里向呢，一只罪物纸，纸的里向有2张3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。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命金子了一般哦，假定讲这3个平口，你过母子死，你对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的然后，理一生样的。那么2把罪物呢，有2根脖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柄了，柄的里向呢有2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6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杀砒霜罪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好罪杀不出来了，杀出来呢，砒霜罪。那么杀好罪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6个洞洞空气流通，杀出来的呢，好罪。历10年过去，搿把罪物好到哪个程度呢？拿2个洞洞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出。有个地面头，所以这个社会今朝出光人心的鲁莽实身，托出一只盘，
玻璃箱2把醉壶，一把鸳鸯壶，还有一把搭鸳鸯壶烧得一色一样，不是鸳鸯壶，到该他妈旁边一放嘛，醉壶打拿过来，就是那把鸳鸯壶。这边股份烧错他个，顶顶要进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？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洞洞，有了红心的啦，洞洞吃没，披上最轻它了。为个绿心的洞洞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酒。那么你追过来嘛，到天国门前，嘿嘿，大夫人啊，哎呀，金家都有醉，斗斗悠悠，人人上上，哎呀，请用酒吧，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只杯子并不难懂，小色的，比女爱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追到夫人门前，夫人，今家人人上当，斗斗悠悠，吃斗有醉。这规矩，烧好大人烧夫人，烧好夫人下来呢，那么要烧新姑药，新姑药下来再进三角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，倘若当中碗里盖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烧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只醉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2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兴吃着砒霜酒，是不是头皮痛可以？夫妻那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这一杯好酒，妇人们这一杯好酒，小家们这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这，小家听用醉，3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都要醉。这头子第二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红心的洞洞不里流空气，烧出来个砒霜酒。2高头小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，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醉个辰光嘛漂亮呀。夏天，张破飞里向砒霜这个酒脚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娘奶吃起来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谁个呀？哎呀，都有醉，头头悠悠，神神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往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那么总归吃子死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酒，吃子要死的。那么你得看看，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。没啥区别，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离口指出来子。少个浪有点两样呢，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醉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上亲。自家门子一杯砒霜毒药醉，轻还轻的，轻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们的，我们呢当然不吃。以宋大女子饶问我，恶中失计，要下杀真药。这桩事体呢，其大女子20万高。这个20万港子到流浪去讲不讲谁要听？你夫人听见就要急了。按我个男讲个男人真叫这3日天，现在要用砒霜酒压杀。那么你夫人拿男孩到流浪打男人讲，是哪家女婿上来？关家女婿，我呢？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男女婿当罪。但是有一桩，今朝你无论如何席面浪向罪孽打出来了，你放出来。
你非要认为一把嘴屋里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剩下你的一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只要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，这杯子砒霜毒药酒。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你失败，一切才是如此。一扎都听老乡当中一种，81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81种把了铁当中，今朝个等都有要饭呢，随时那里给打开。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真叫哪个手饭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。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米了，跟小天不熟的是一点点。一张台子就挺特一面，这个一面呢，香炉拉起，把这个座位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太心里头一点这点上，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，个女婿呢？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，那么老太主你的那得讲，只供女婿龙家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林子啊花不着，叫贴不着，越去贴了你实在着了，想起那水去拉的个手指骨拉不着呀。距离不是这地方上楼的了呀，那么哪能发现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个灯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头上烧包，身拿红包，我呢风骨腰背，但你才是大当背，跟你有的说一说不说一。是什么吧？台上的垃圾、香炉、座位，挪特子哪容易？你受得苦强的，你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你们小牛肉，那我们受了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那么老他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了。就是女婿，跟女婿受了雨水之年，做寻到爱些忘记的杯子拿出来要喊的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拿着叫，为何听叫你非要吃？这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你是为按国上分国上，你是为只想老太想受得顺一点，苦长的。他分享上十来点，现在听见说自家手嘛，没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，亲啊，一岁，哎，玉梦大人，亲，实在吧。哎，是亲呐，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才有人手，天古动人想，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要啥没，等那个杯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饺子送到那兵部府嘛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，所以动人。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是正来走啊！
旁边的过来个童儿，叫蛇尾，蛇问我身旁边的童儿，周杀披上走。咁哪会得周杀披上走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是？其实呢，一把走路了叫鸳鸯湖。这把鸳鸯湖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龙河浪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臭味，皇帝听得来，真的不有些家白要打你烧，夫妻一杯半杯要吃，得了，我把鸳鸯湖拿到水里，老东东吃没烧出来的皮上走，拿河浪水里，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。所以大人妇女们的今后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成功要为分吃个了哇！是啊，医生来，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子成功呀。那么那几三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走，抖抖悠悠，顺顺畅畅，起码2杯。来呀！那现在大人打来了，判杯子呀！来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敷衍，杯子拿到手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，冬儿最后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某大人，小水不会饮醉。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等你吃醉吧，你不慌，稍微点点轿子送为夫人，怕谁什么啊？新姑娘，你说得出个，谁敢一点点个嘴巴会得吃醉个了？那么谁敢？非一日头啊，这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你第二点热酒呢？喝他半杯，相对热个话题，吃了让手一点，来呀！啊呀！真用这样那么会接在，这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过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快种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背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都让忙自家举半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来，害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弄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还是啥人讲不跟来听公仔？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的归头人光们，真用龙江忙举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。空杯子往台上扛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，我只要吃一杯好，这个一杯子下去，到底细头，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你们哎，各一口哈个，个老太觉得了水家冰饮，哪老走个家？定进门下条，跟你来阵受了撇代沟了。对头你妈妈哪得了？起点来做关着你非要吃，娘拼子劳命了救你，根本你哪好吃的你？下条这个辰光记得嘞，整个眼里线脚要下来挂着，那两个什么啦，哭也不能够哭的。这个哪弄法子呢？这真用，独自下了后，那来真。细水
女儿追来泪，三条细脚眼里下来，眼睛冰日了咯。对李妈妈，你啥个道理呢？想我不仁，你是忠良子。他把父母冤屈记心头，杀日亲生为后清清爽爽，你自家一脚讲，我为地上，我为只要把父母有仇，所以你不肯死。那么你那现在吃白皮上走呢？上头的亲生杀敌呢？那么娘刚生让流浪叮嘱那个闲话，忘记他个啥？放在娘亲恩，路头一定做。家里道理好看，彼此都用功，真多够几次，送正门家哈巴有谁？娘的来讲，要把人最大出去，用功真多。那么你现在啥体也死呢？你倒是苦悲饮了皮，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的只有杀他们过来。大娘啊，请用嘴吧，夫人，请过呀，谢谢，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。夫人都有罪，哈哈哈哈！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你是被罗扎杯子他撸起来的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！耍了哎呀们，这个杀嘴巴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，个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走，1杯都要走，2个女婿大杯都要走，去弄到你的来，到一点无事事，有点慌，谁把酒对目眼睛，对子杀子有社会了了，可社会阿懂哪不懂，可得出关。大人让吃头辰光了，花挂你反挂你，因为搿个么是吃着也死一个呀，不是社会大被统一统特别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你放心，我吃子饭一日都要受做个点事体，那是讲专门让啥皮上走的，一日到晚上日上晚上日上，哪我都弄错他呢？所以不就是那代理妈妈，大人啊，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还要多多的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皮上走，都不够。夫人，夫人，请呐，老相公请啊，你是请呐。曾永祥还请得没给讲。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不拿个。脑子嘛特异了，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，拿可以拿的，我拿了水里口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，哎，请呐，请，哎，请，觉得男是拿拿，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
王管家、二管家、女婿啊，那张杯子那不要激动的。你现在脑子出来，哎，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得忘记的是呀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下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瑶瑶的你结不得干。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这砒霜只有阿伟吃的了，不会吃的要做做样子呀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请那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定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哥一口一口，老太一口老男人杯酒喝脱了，你自家杯酒还是哥喝脱了，第一杯，哈哈哈！总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了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给少丁丁仔细一赛，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，到某月嘛，唯有明日来接你们归家，送某月啦。啊，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最嘛吃个菜，社会等一些些这样戏的，没听你讲大也好听。今朝嘛，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，做梦啊，我们这里真多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，真用呐，还是好服役。哟，岳母大人，但某月嘛，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，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壶用不着。少弟，有另外有微波醉壶了，还但鸳鸯壶少的一手一样，因为再用鸳鸯壶啦危险。另外弄把好醉壶，打拿过来嘛。怎么样？请用酒。妇人们的就是如此。夫娘，请用酒吧。稍后嘛，醉壶旁边一放。你是为那么心要定定，不然吃第一杯酒呀，有点紧张的。啥道理？个把一把酒里撒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酒在心定定。啊，夫人，都有罪，真人爽爽，请拿。要想共情啊，请哥也是一个夫人。还是照实照样一个，等到杯子放下去了，对女婿们里看看个杯子人也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，砒霜的杯要吃啊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把酒来对个杀嘴巴一口口，一人说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里一杯也分吃。是吧？现在烧第3杯子，你打上第3杯，让你好喝脱一口，喝够，那么再叫你把你烧起。对，小人正罪，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多2杯，或者2高头一头上便当，那么大里搞个胖杯。我呢，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篮子里上